大家有冇想過，一間曾經紅遍大江南北，甚至在各大商場都要排長龍才能吃到的餐飲巨頭，現在居然會淪落到日蝕成300萬，分店拍晒烏蠅，連最忠誠的食客都狠心離棄的地步。明明是靠大西北風味起家，標榜食材新鮮天然，點知俾人踢爆癲 T，原來是雪藏貨、預製菜。最離譜的是，這些微波爐叮熱的貨石，居然還要賣貴2倍甚至3倍價錢。各種自救措施出盡，搞平價線，搞快餐，搞新品牌，結果全部損手爛腳。在這個餐飲業全面迎來寒冬的大環境下，這個昔日的神話似乎已步步維艱，走到絕路。今天我們就來深入拆解一下，到底西貝莜麵村是如何一步一步把自己手好牌打到稀巴爛，而這場席捲整個餐飲界的執笠潮，又反映了哪些深層次的社會和經濟現實？想當年，大約在2010幾年，那會兒你走進任何一個一線城市的大型商場，只要有西貝的地方，門口一定是人頭湧湧。些紅色的格子桌布，熱情到有點誇張的店員，還有那句閉着眼睛點，度度都好吃的霸氣口號，真是深入民心。創辦人賈國龍在1988年，也就是他20幾歲時，從內蒙古臨河區一家小小的風味小吃店開始做起，捱足幾十年，終於把西貝打造成全國擁有幾百家分店的餐飲帝國。那個年代，大家出門吃飯是講求升級，講求體驗，中產階級崛起，80後和90後的年輕人手頭上有閒錢，願意為了所謂的天然、無添加、草原風味給更多錢。西貝就是看準了這個黃金時機，用高質量的食材和明亮乾淨的明檔廚房，成功俘虜了無數城市人的胃。但是花無百日紅，時移世易，當時間來到2023年、2024年，甚至是現在，整個世界的玩法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一切的轉捩點，或許可以追溯到幾年前那場震驚全國的預製菜風波。其實餐飲業用中央廚房、用半成品，在行內早就不是什麼秘密，甚至是連鎖化、規模化的必經之路。但問題出在哪裏？問題出在貨不對辦和反智的定價上。大家幻想一下，你辛辛苦苦回完一天的工作，想吃餐好的犒勞一下自己，你走進西貝，看在餐牌上，一碟牛大骨要成100幾200元，一份普通的炒椰菜也要40-50元。你心想西貝喎，大品牌，貴一點別，當買個安心，買個新鮮料。怎麼後來有內部員工爆料，甚至有食客親眼看到，原來廚房裏根本沒有大廚在猛火爆炒，而是把一包包在工廠早早就做好，雪藏了不知多久的料理包，展開包裝，倒到碟子裏，擺進微波爐或蒸櫃裏翻熱，然後就端上桌給你吃。這件事一爆出來，公眾的憤怒簡直是火山爆發級別。香港人常說吃東西要吃鑊氣，內地的食客也是一樣。我給快餐店的價格，你給我預製菜吃，我接受，因為大家心照，幾十元個飯盒，最緊要快和飽。但是我現在是人均消費成150至200元人民幣去吃你一頓飯，你居然敢死，拿點雪藏貨來敷衍我。最得人驚的是，有網民計算過條數，如果在淘寶或超市買同款的預製菜料理包，成本可能只要10幾元，但西貝轉個頭就賣貴2倍甚至3倍幾。這已經不是利潤高低的問題，而是擺明車馬當消費者是水魚，收緊大家的智商稅。當初西貝為什麼要這麼急進去推預製菜？其實背後都是資本和利潤的驅使。賈國龍曾雄心壯志地說過，說要把西貝做到全球過萬家分店，要做到這個規模，靠傳統大廚一碟一碟地炒，根本沒有可能。廚師會辭職，手勢會參差，食材損耗會很大。為了極致的標準化並降低人工成本，西貝大力投資中央廚房，甚至推出了一個叫賈國龍功夫菜的副品牌。整間店裏連廚房都沒有，全部都是冰櫃。客人進去點樣地，店員就在一個錫紙盒裏加熱，原盒上桌，
這種傲慢的態度，簡直是對傳統中餐文化的一種侮辱。中國人吃飯講求色香味俱全，講求大廚對火候的掌控。你搞得像吃飛機餐，還要收星級餐廳的價格，食客怎麼可能買單？結果賈國龍功夫菜慘淡收場，開了不久就執笠，執到七七八八。但這鋪元氣大傷，已經把西貝積累了幾十年的品牌好感度敗得七七八八。預製菜風波只是一條導火線，真正讓西貝步步維艱的是他們在定價策略上的嚴重失誤和對宏觀經濟環境的誤判。過去幾年，西貝的加價幅度真是讓人咋舌。一份最普通的油麵，從最初的十幾廿元加到去30幾元，甚至40幾元。一個肉夾饃可以賣到差不多30元。網上曾經流傳過一個笑話，說在西貝連一隻饅頭都要收你20多元，吃個涼拌青瓜也要30幾元。這種定價在經濟好景，大家追求消費升級的年代，可能還有人為了個招牌而死頂。但是當大環境轉差，當各行各業都面臨着裁員減薪的壓力，當大家的荷包越來越扁的時候，這種貴族化的定價就顯得極度刺眼。我們看看現在的餐飲市場出現了一個很明顯的現象，那就是消費降級。不是說大家不出街吃飯，而是大家變得極度精打細算。以前一些人可能覺得一餐飯吃200-300元很閒而已，現在是在講怎麼能用50元吃到有肉有菜有湯的高性價比套餐。大家開始回歸理性，不再盲目為所謂的品牌日價和裝修格調埋單。你看看現在市面上最火爆的是哪些餐廳？是一些主打便宜漂亮的社區飯堂，是幾十元任吃的自助火鍋，是薩莉亞這種明碼實價告訴你我是預製菜，但是我賣的超級便宜的平民飯堂。在這個性價比為王的時代，西貝那種高高在上用雪藏貨賣天價的模式，注定會被市場狠狠教訓。西貝當然不是沒有嘗試過自救，賈國龍作為一個身經百戰的老將，他絕對知道危機逼近，所以過去這些年，西貝可謂搞作多多，不斷嘗試尋找新的增長點。從最初的西貝燕麥麵，到後來的麥香村、超級肉夾饃、工場張現炒快餐，再到近期的賈國龍中國寶，西貝可以說是屢敗屢戰，但同時也是屢戰屢敗。為什麼這麼多自救措施都沒用？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每一次轉型都甩不掉那種想賺快錢、想賺高利潤的基因。以賈國龍中國寶為例，本來是想打進平民快餐市場，對標西式漢堡包，概念是挺好的。但一推出市場，大家一看價格，一個中式漢堡加杯飲料又要30-40元，在內地10幾元一碗麵已經可以吃很飽。你一個中式快餐還想賣這個價格，怎麼會有競爭力？而且西貝在做這些副品牌的時候，往往缺乏耐心。一看到生意未如理想，或利潤達不到預期，幾個月後便斬纜關門。這種急功近利的做法，不僅浪費了大量的資金，還使得消費者對西貝旗下的任何新搞作都充滿戒心。大家會覺得，你又想換個包裝來割韭菜嗎？我才不會上當。當一家企業失去了消費者的信任，他做什麼都是錯的。再深入一點看，西貝的困境其實只是整個餐飲業寒冬的冰山一角。現在說着日蝕成300萬，這個數目聽起來很誇張，但你算一下條數，西貝在全國有幾百家直營店，在一線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商場的租金有多貴，員工的人工成本有多高。一間幾百尺甚至過千尺的店裏，如果一天做不到幾輪客，連交租和出糧都成問題。過去幾年，為了追求上市或擴張，許多餐飲集團都簽下一些極度昂貴的長租約，盲目搶佔黃金地段。當人流一旦減少，這些原本是搖錢樹的旺鋪，瞬間就變成吸血鬼。而且餐飲業的競爭已經到白熱化，甚至是慘烈的地步。你不做，大把人排住隊入行。很多失業的中年人或者剛畢業
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手頭上有點積蓄，就去加盟搞間茶飲店、小吃店。雖然這些小店存活率很低，但他們勝在成本低、轉身快，用極低的價格去搶佔市場份額。西貝這種大船轉向困難，面對這些螞蟻群攻的游擊戰，顯得非常吃力。更何況現在的消費者真是精明了很多，資訊這麼發達，小紅書、抖音上面隨便一搜，哪家餐廳是預製菜，哪家是真材實料，哪家有伏，清清楚楚。你還想用以前那種資訊不對稱的手法去騙客戶，根本是自尋死路。我們再從心理學的角度去剖析下，為什麼西貝會搞得今天這樣，沒有人幫襯。飲食對於中國人來說，從來都不只是填飽肚子那麼簡單，它是一種社交，一種情感的連結。一家大小出街吃飯，或者朋友聚餐，大家追求的是一種氣氛，一種有人用心為你烹調的溫暖感覺。當你走進一家餐廳，看到大廚在玻璃廚房裏拋鑊，聽到那些油爆蔥花的吱吱聲，聞到陣陣的香氣，這全都是為了提升你進食的愉悅感。但是西貝用預製菜，就是把這種情感連結徹底切斷。他把一頓飯變成了一場冷冰冰的工業化交易。試想一下，如果你和一個朋友去吃飯，你叫了一碟幾十元的特色菜，結果看到服務員從微波爐裏取出來，你會有什麼感覺？你會覺得自己被忽悠，你會覺得自己在朋友面前很沒面子。這種心理上的落差和受挫感是致命的。一旦食客覺得被背叛，他以後就絕不會再踏進你的店裏半步。西貝的管理層可能只看到報表上中央廚房帶來的成本下降和效率提升，但他們忽略了餐飲業最核心的靈魂，那就是人情味和煙火氣。這個寒冬對整個餐飲界來說是一場殘酷的大洗牌。潮水退去就知道誰沒穿褲子。以前只要有個好聽的故事，有漂亮的裝潢，再加幾篇軟文吹捧，就能吸引大把人去排隊打卡。但現在這套已經行不通，留下來的必定是真材實料，對得住個價格的良心企業。你看看有些做現炒小炒的地區性連鎖店，雖然沒有西貝那麼出名，但是晚晚爆滿。為什麼？因為人們堅持每天到街市買新鮮豬肉，堅持師傅親自下廚。即使一碟小炒肉只賣20-30元，人們也賺到錢，因為流轉率高，食客回頭率極高。西貝的悲劇是一個典型的資本反噬案例。當一家食肆不再把心思放在研究菜式、提升味道上，而是天天掛着如何搞資本運作、如何壓縮成本、如何擴張版圖，它距離衰敗就不遠啦。賈國龍曾經說過，西貝的員工待遇很好，管吃管住。這一點確實是值得肯定，但是如果連最基本的產品，也就是碟入本身都出了問題，員工福利再好又有什麼用？皮之不全，無張煙扶，沒有客人來吃飯，哪裏有錢去養活成千上萬的員工？現在去看西貝的自救措施，真的有種病急亂投醫的感覺。他們近期甚至開始搞點什麼兒童餐，試圖用送玩具、搞親子活動來吸引家庭客。無可否認，兒童餐的利潤確實很高，而且孩子說要吃，家長多半都會順從。但這個策略也充滿隱患。首先，家長對孩子吃的東西要求極高，一聽說你西貝有預製菜的前科，很多家長已經避之則吉。再者，靠送玩具去吸引客人，終究不是長遠之計。你當自己是麥當勞嗎？人家麥當勞是快餐巨頭，有一套完善的全球供應鏈去支撐平價玩具的派發。你西貝有沒有這個能耐？再說一下香港人的消費習慣，現在每個周末大批香港人過關北上消費，到深圳、廣州吃喝玩樂。香港人出名會吃嘴刁，你猜猜香港人上去會不會去吃西貝？答案是極少。香港人上去是為了吃潮汕溫體牛肉火鍋，是為了吃即叫即燒的海鮮，是為了吃新鮮出爐的手工點心。大家搭車過關，是為了尋找那種在香港因為租金太貴
而越來越少見的新鮮感和鑊氣。如果你說過去都是吃一碟，在工廠雪藏幾個月，用微波爐翻熱改，那我不如留在香港逛超級市場，買點微波爐急凍飯盒自己叮。因此，西貝在失去了內地本地客的同時，也完全吃不到這波港人北上的龐大紅利。這就是定位錯誤和產品力下降帶來的直接後果。我們回顧西貝的發展史，從1988年到2026年的今天，接近40年的時間，它見證了中國餐飲業的起飛、狂飆到現在的調整期。賈國龍從一個20出頭的小伙子，捱到現在已經接近60歲，他的魄力和商業頭腦曾經是業界的教科書，但是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曾經的成功經驗往往會變成今天的絆腳石。當初靠着大西北的粗獷與新鮮打出名堂，今天卻被高度工業化的預製菜摧毀了金漆招牌。當初靠着中產階級的消費升級賺到盆滿缽滿，今天卻在消費降級的大潮中被打到無還擊之力，日蝕300萬，這數真不是開玩笑。以西貝現在的體量，如果不能及時止血，找到一條真正行得通的生路，恐怕隨時會面臨資金鏈斷裂的危機。現在網路上很多聲音都說西貝是死局，因為高定價和預製菜的形象已經深入骨髓，想洗底難過登天。你減價嗎？減價就會損害毛利，連鎖店的高昂營運成本分分鐘按不住。你轉回做現炒嗎？現炒就要請回大批熟練廚師，要重新裝修廚房。這筆投資在現在的經濟環境下，無疑是天文數字，而且股東也未必肯答應。這所謂的餐飲業寒冬，其實是一個擠泡沫的過程。過去幾年熱錢太多，很多不學無術的品牌靠着資本的推波助瀾，把餐飲業搞得烏煙瘴氣。現在熱錢退潮，消費者回歸理性，真正考驗真功夫的時候才剛剛開始。餐飲業說到底是一門傳統手藝，是一門服務業，它需要的是對敵情味、對食客的尊重，而不是冷冰冰的 SOP 標準作業程序和利潤最大化的算計。如果有其他在做餐飲的朋友在看西貝的故事，絕對是一個血淋淋的教訓。不要以為自己品牌大就能凌駕於消費者的常識之上，不要以為用一些華而不實的營銷口號就能掩蓋產品品質的倒退。消費者可能一時會被蒙騙，但他們絕對不是傻的。當他們醒覺那一天，用腳投票的力量是可以摧毀任何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展望未來，2026年打後的餐飲市場，兩極化的趨勢只會越來越明顯。一邊是極致性價比的平民大眾餐飲，解決大家日常溫飽、薄利多銷；另一邊是極致體驗的高端私房菜或特色餐廳，賣的是稀缺食材和頂級服務，滿足少數人的社交需求。而夾在中間，像西貝這種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賣着中高端價格卻提供快餐品質的所謂中產連鎖餐廳，生存空間只會越來越窄，甚至會被完全淘汰出局。西貝有面村，到底還能捱多久？賈國龍還有招數可以力挽狂瀾嗎？這些問題時間會給出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們還是固步自封，不肯正視預製菜帶來的信任危機，不肯放下身段去傾聽消費者真實的聲音，那麼這場執笠潮，西貝絕對不會是最後一個，甚至可能只是倒下的其中一隻巨獸。各位觀眾，你們又有多久沒去過西貝吃飯？你們對預製菜賣天價這件事又有什麼看法？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們的親身經歷，說一下你們心目中真正抵吃又好吃的餐廳是哪家？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分析說中了你的心聲，記得給你一個 like， 分享給你身邊經常外出吃飯的朋友看看，讓大家以後都懂得避雷。我們下次再跟大家拆解更多身邊的商業真相和社會現象。再見。